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19早起新闻。咱先来关心疫情纾困的消息。劳工的纾困贷款对6月15开始申办以来，到昨下晡已经有共约111万件的申请案。不过本地案算的是50万名的名额，所以即马已经超过。劳动部也宣布讲，对今仔日饭点开始，经谈暂停受理新的申请案。伫咧疫情期间，出入金融机构办业务也是遵守10秒制社交距离等规定。15开始开放劳工纾困贷款办理，到18日到5点，已经有110万9552件申请案，超过案算的50万个名额。劳动部昨晚宣布，自19透早0点开始，银行暂缓受理新的申请案。因故有基层的银行员表讲，劳动部要求伫咧假日也是要汇报申请件数，等于是变相加班。他想要了解申办的案件会不会超过50万个，各银行业的没有要求员工办理纾困的案子周休2日也要来加班。工会是有听到说有些银行忽然的取消员工的分流，来专门办纾困案量。工会讲，纾困贷款唔乃当伫咧银行的柜台办，也会当伫咧线顶申请。所以目前是无接到假日加班的消息。劳动部也澄清讲，无要求银行伫咧假日加班。劳动部强调，所落来抑个联顶协贷等停书，就法度确定有几件，同时也依照协贷进行，向行政院争取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带你来关心疫苗的进度。行政院昨宣布讲，授权予台积电和永龄基金会会当代表政府直接和药厂参详。分别要买500万吨的 BNT 疫苗。总统蔡英文昨下晡也和郭台铭、有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会面，因的强调就是买德国原厂制造包装的疫苗，直接送到台湾。蔡总统昨下到4点，甲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见面。参加也阁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卫福部长陈时中、台积电副总经理兼法务部长彭淑华、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佑堂。经过1.5钟的会谈了，总统做4点裁示，首先政府会尽一切可能确保国家稳定的疫苗来源。第二，行政院全力协助上短时间内完成授权文件。第三，交货期愈近愈好，原厂制造包装直接送台湾。过来就是最方便起买疫苗。愈做愈好，伫咧德国政府协助下协商采买。总统在稍早的会见上，当面那也很诚恳的感谢刘董英董事长跟郭台铭董事长谢谢他们的热心义举，我们会穷尽一切的可能跟努力，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疫苗的供应来源。总统也指示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密集与2间企业进行协商，提供全力的协助，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相关的授权文件。总统府表示，买疫苗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甲国际商务谈判，手续真多。政府甲民间拢伫咧努力克服困难。行政院伫咧昨日记者会也宣布，正式授权永龄港台积电接单1000万剂 BNT 预防针的采购。这1000万剂的疫苗的交货期，将配合我国国际疫苗采购交货的情形，以及 BNT 原厂的产能，来共同商定。不管是台积电也好，或者这个鸿海也好只要取得这个德国原厂的 BNT， 它一定会进得来。至于在疫苗上面我们当然是也都希望是从德国那边来在那边生产，从德国来的。目前我想国人对这也比较有信心。行政院强调，企业未来买到的疫苗，会当依照日本提供予台湾疫苗的模式，也有国际采购合约的做法。政府会伫咧关键契约内面，予制造商免责声明，而且承担后续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24万吨的 Moderna 疫苗昨下晡送来台湾，这是进前咱台湾向药厂买505万吨的 Moderna 第2批，伊的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15。就药师即马也已经开始检验，要拼7天后验刷合法风险的证明书。是药师伫咧18日完成莫德纳第2遍输入的24万剂疫苗的冷链插盒甲样品抽验，在2期是药师的实验室检验。
这杯疫苗的效期是讲今年的12月15。若是文件甲检验拢合格，上紧7天后，也就是6月25检验煞，并且核发封签证明书，所落来就能交予疾管署安排驻防车。这批莫德纳有防车是由华航的飞机自卢森堡载带，18日到4点外到桃园机场。这是台湾向邀请所买的505班机有防车内面第2批到台湾的莫德纳有防车。指挥官但是中讲第3批应该嘛紧啦。第一批先到15万，好，那今天又到24万，好，那我想大概也不会很久，那第3批也会来了哈。看这2天哈打的一个情况，好，打那个 AG 的情况，然后做一个适当的调配。但是中共照临床经验，莫德纳有防车的保护率到94%。也拿美国进前讲要关乎台湾的75班机成员有防车，当时会来。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费德伟讲，美台双方正伫咧密切合作。And in very short order, we do expect to have those vaccines on their way to Taiwan and hopefully into people's arms shortly thereafter. 费德伟讲，因为抑阁有几个程序要行，无法度提供确实的日期。也拿日本关乎台湾124班机 AZ 有防车，幕后伫咧推动之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一个日本广播节目内面讲，台湾是日本的重要老朋友，提供疫苗是理所当然。咱外交部表示感谢，讲会继续深化双方彼此的友好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带你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和明仔载日，中部和南部拢会落地阵雨和雷公雨。东北部、东部和各地山区过昼也会落雷公雨。周末这2天呢，在中南部呢，还是要留意短时的强降雨，而且要注意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在背风侧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呢，则是要特别注意温度比较高的状况。另外，在我们的沿海跟大台北地区呢，要注意还是有可能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在外面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气象局针对湘北、嘉南等等的7个县市，拢发布高温警示，各地可能拢有36度以上。尤其大台北本地可能会升到37度，花莲也有38度以上。台东则会透小风，天气是真正烧热，提醒观众朋友要减少室外的活动。不过对明仔载开始，水汽增加，拜一会有黄霜啊雨的方面瓦近，中南部会较高落雨。接落来拜2到拜4拢是落雨天，观众朋友得爱细记下大雨和雷公雨。带你来关心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招外国人才来咱台湾，立法院昨通过相关的法案。世界前500优秀的大学，因的毕业生唔免2年的工作经验，就通伫台湾做技术性的工课。伫专业人才特殊专长的部分，加力各项的领域。另外，要绑定外国专业人才伫咱国永久居留的条件。接落来是看联合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最近考虑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开会，形式和时间拢还未决定。另外，讲到两化关系，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米利伊也表示讲，中国最近军事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是真低。再来看中国时报。最近国内疫情有转好，台北市对今仔日开始未搁办疫情的记者会。不过市长郭文德也坦白讲，确诊的案例若是愈少，就愈歹找出藏伫社区内的感染源。另外，伊也考虑讲，亲像美术馆或者是禁止食食的电影院，这款免烫喙暗食食的场所，凡事会当先解除管制。昨国内阁增加187个本土病例，阁有21个染病死亡的个案。为着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指挥中心也要邀请22位治疗重症的医师来成立这个资讯平台。另外，各地拢有传出真侪时代医师是住院医治了后死亡的个案。为着理清死亡的原因，家属若同意破开尸体来验尸，就通领到30万的慰问金。新冠本土疫情继续上升，拜58新增加187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76例上多，再来是台北市71例，苗栗县26例，桃园市6例，基隆市4例，台中市2例，花莲县甲新竹县各1例，并且新增加21例死亡。
其中有3个人对确诊到死亡无到3天，这是连续第5天，一天新增加比例数在200例以下，不过死亡的人数依然是偏悬。死亡个案比较多，还是跟前一段时间的病例它大概经过一段时间那死亡个案就比较多。为了降低重症甲死亡率，指挥中心也宣布，会邀集22名重症的医师成立线上的咨询平台，进行采买单株抗体药物1000人份，也已经到货啊，会赶紧提供给各病医来使用，降低这个并发重症风险。年纪大于65岁，或者是年纪大于55岁有潜伏疾病的这些病人，在还没有使用氧气之前，都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单株抗体来治疗，那就可以让他免于进到这个重症的机会会变得比较小。另外，过来这礼拜扩大注射新冠疫苗，各地传出侪侪医师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各国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统计来看，台湾是位在中间。但是以75岁以上的老人来比较，南韩注射疫苗了后的死亡率每1万人是1.42，台湾是0.87，两者差不多。注射疫苗也是有较侪好处。打疫苗它还是有比较多的好处，要不然在染疫的时候，相对重症跟死亡的比例也都会增高，而且有亲密就家庭里面一个亲密在传染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风险也会增加。但市长表示，为了调查老人注射疫苗了后影响死亡的原因，若是家属同意解判，就会发放30万块的慰问金。同时，专家也建议，部分的个案慢性病况无稳定，天气热热排队等待也增加压力。慢性病的老人上好等身体状况稳定才去注射，免着急赶紧要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日本土病例增加187例。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2556例。咱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市，伊是6018例；台北有4162例，超过100例有桃园612例，苗栗524例，基隆有276例，中华有254例，台中则是186例。另外，死亡的个案增加21例。目前全台湾本土阁有境外的病例，加起来计共有13771例。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今仔日早起上新的统计数字。卫福部公布咱国去年前10名死亡的原因，癌症已经是连续39天拢排第1名。不过今年的癌症时钟有慢3秒钟。另外，全国去年的死亡率也有降1.3%。这个卫福部是讲，这可能和接洗手佮挂喙암有关系。109年个人死亡人数173607人，比前一年降1.3%，是最近11年来第一摆负成长。10大死因依然是癌症第一。另外，医师是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事故伤害、高血压疾病，由去年第8名升做第7名。慢性呼吸道疾病降做第8名，因为有防疫意识，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甲肺炎死亡人数拢比前一年降10%。勤洗手啊，戴口罩这些部分，其实对于增进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啦。所以这部分整体而言，是因为每个国人同行防疫的原因。109年有5万多人因为癌症死亡，10大癌症死亡率当中，肺癌依然是第一，第2名是肝癌，甲前一年比，前列腺癌排名第6，升做第5，口腔癌是降做第6。胸腔科医师提醒肺癌早期尽快发现有家族史，或者是食粉高风险的人，建议爱体检。这几年研究空污也是重要的致癌因素。他们口罩包码不是很大，所以原则上就是空污厉害的时候，要避开空污比较厉害的地方，要选择那个空气好的时候，那个空污比较少 ，AQI 比较好的时候才出去活动。去年癌症死症也是11年来第一摆变慢，平均每10分30秒有1个人因为癌症死亡。不过卫福部分析，这是非常细下降，并代表趋势是往下。民众爱是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定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邮局即马已经有13个人确诊。台湾邮政产业工会是讲，过去政府甲因叫做防疫国家队。不过，中华邮政防疫无顶针，政府也无咧插手。工会要求讲，要赶紧替邮政人员注疫苗，防疫规划也要赶紧做。时间太久，所以我们募集而来的，现在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不稀罕。出力甲防疫国家队的种种设置的涂骹，国家首日方的感谢会掠掉。台湾邮政产业工会遐尼受气，因为因认为中华邮政对防疫无积极的作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3位同仁确诊，是所有交通运输行业里面最多人确诊的。我们的局方呢，他对于这一块所谓的确诊之后的一些匡列再去做快筛，再去做筛检的这一些提报，都相对的保守。为什么？他们因为怕影响到我们的人力。工会提出3个诉求，要求政府要补助第一线的人员甲装备，嘛要建立体检、隔离指引等等的防疫作为。上重要的是，要把邮政人员列入第3类的疫苗接种对象。现在被归类为第7类对象，但是我们不论外勤同仁、内勤同仁，都频繁大量的跟民众需要做面对面的接触，没有办法避开这些接触风险。因此，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把我们的顺位调整为第3类对象。向我们的主管机关交通部表达希望能够争取能够优先来施打疫苗。那么交通部也我们的请求也转达给我们的中央，这个其实也有好的消息传过来。大概在不久的未来交通部就会把中央所核配的疫苗来拨给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在等候我们上级机关的通知。工会讲，过去政府讲因是防疫国家队，但是这阵煞甲邮政人员等伫咧边啊。工会呼吁政府莫阁回避问题，阁发一寡无用的物件，根本就是咧食邮政人员的豆腐。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根据劳动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有6000人咧放无薪假。劳动部今仔日也放令安心即时上班的申请条件，只要你是满15岁国民，或者是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拢会当申请。而且一个月上侪通做80点钟，赚12800块。你以前有做过安心即时上工吗？台北内湖就业服务处人员的手无停过，卡来问安心即时上班的人，高一日就几啊十个。劳动部伫咧18放令申请的条件，申请日一天内无限制投保的资格，满15岁公民或者是合法居留的人士拢会当请。逐个月工时上最80点钟，1点钟160块，一个月上最通领12800，补助的期限对半年延长到1年。准若工课有过接触的风险，也有防疫津贴，一个月上最2000。我是感觉袂歹啦，就是讲有的人伊可能兼职来遮做公家机关因的防疫嘛做了袂歹啊。去年大概4月20号的时候，因为公司的缩编，然后所以就被资遣，然后大概找工作找了快半年多，然后就业中心小姐就有找上我。安心即时上班的课，主要汇集中央甲地方政府机关的需求，工课包括拼环境、起资料、送公文、伫第一线帮体温、除酒精等等。目前阮是大概传24000个第一波，因为阮去年较早38000个左右，咱即摆公布了，就是大家早来。桃园苗地区将提供约4000个工作机会。民众可至台湾就业通网站线上申办或邮寄传真。去年捌请过的民众也会当累积工时继续来请，计划到明年6月30就会结束。记者张君豪、洪敏珍、林玉凯，新竹台北报道。泰国者有研究人员认为讲，武汉肺炎的确诊者，伊的臭汗酸味可能和一般人无共款，但因着训练拉布拉多这款狗仔来骗确诊者。希望会当找出社区内疑似感染的患者，伊的准确度可能有95%以上。泰国排第1的朱拉隆功大学兽医系研究人员，甲一个一个管安伫架顶，引导这几只拉布拉多一个一个去鼻做测试。这个训练其实是真重要，因为最基本的目的是要训练这个狗仔对防疫人员入去社区，找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研究团队为校内甲校外的志愿者分数等收集1000多份流的汗的样本，训练这个狗仔会当找出疑似感染的患者。因讲狗仔找出确診者的準確率有到95%以上。เขาก็เลยบอกว่าพอเราเพิ่มทางเลือกตรงนี้นะว่าวิธีทำเป็นแบบนี้อธิบายให้เขาฟังโดยการที่
เอาสำลีเนี่ยใส่เข้าไปใต้วงแขนเพื่อเก็บ。不過，防疫人員跟研究團隊要受其他煩惱嘅代誌。โดย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ที่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เชื้อไวรัสครับมันสามารถกลายพันธุ์ไปกลิ่นมันก็มีเปลี่ยนเพิ่มมีเชื้ออะไรหลายๆอย่างเพิ่มไป另外，要運用拉布拉多來分擔防疫工作，嘛有一寡限制。個別醫療人員會當加班，不過這個狗仔是無法度加班。研究人員講，這個狗仔逐工固定佇尾仔5點的時陣食暗頓，所以4點50分開始，因就無法度專心做工作。因若暗頓食煞，就是休困時間。若要叫這個狗仔加班，是變少想。公司新聞徐家人編譯。美國紐約真出名的自由女神像，是135年前法國送予美國，恭喜美國獨立滿100年。今年法國閣要送予美國一身細細呢，來展現因兩個國家追求自由獨立的信念是久長佮堅定。在校對嘅音樂聲中，本來採佇咧法國巴黎國家藝術加工藝學院外口學習迷你版嘅自由女神銅像被舉起來，準備要開始跨大西洋嘅旅程，伊是要去美國紐約嘅港口。Nous nous inscrivons dans le 4 juillet, le jour de l'indépendance, et puis le 14 juillet sera le moment où sera présentée la statue. Donc oui, l'amitié franco-américaine, elle doit être marquée sous du signe de la liberté. 1886年，為咗要恭喜美國獨立100週年，法國送美國一尊懸72公尺、重225噸嘅自由女神像。因為這邊要照嘅自由女神銅像懸2.83公尺，只敢若本尊嘅1/16，也是女神像原始作者巴爾托迪11件複製品之一。其實喺2019年就想要照這座自由女神像，不過尾也拄到新冠疫情規個停落。這麼後尾疫情有較穩定，邊境也慢慢開放，所以這項計劃閣重新開始。Liberty is precious to all Americans, and to me particularly as the child of immigrants and a child of New York, having grown up seeing her face as part of the welcome to all that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ope, the chance, the opportunity for a new life, to recreate your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這座細隻的自由女神像，按算6月底自法國的勒哈弗爾港出發，用9天的時間跨過大西洋到美國的巴爾的摩，在7月初時美國國境立體港到紐約自由港邊仔的愛麗絲島展出。7月14日，法國國境立體港會刷起華府的法國大使館回園坑，會採佇咧遐10天。公司新聞景遠慶編輯。天氣報你知，今仔日中南部會落雷公雨，大台北地區是高溫佮燒熱，請觀眾朋友一定要注意。咱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天氣資料。北部地區是28度到37度，中部地區是26度到32度，南部地區是26度到31度，東部地區是26度到35度。華島地區是26度到33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聞，咱明仔載再會。